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言是：食米毋知米价。伊的意思是讲，食米煮的饭，却毋知米一斤爱偌济钱。即句话有伫考试人敢若知享受，毋知过日子的艰苦，毋捌世事。若厝内有一个人安尼，剩的人负担就加真重。上害的就是，若政府官员有即款食米毋知米价的，咱可能会看到食一个便当爱500块，啉一罐红酒爱20万，佮感觉这是真普通、真世上的代志，感觉这就是一般人民在过的生活。所摆选举时爱真斟酌，选毋着人毋若日子困难，无张持连国家都无去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